人去年11月来台湾，甲做入境的过程翕落来，讲咱是中国台湾，移民署改驻期列管，禁止因2冬来过来。劳动部提出引进印度移工，挖近45000人签名反对。文化习惯、政府管理的制度，拢是爱面对障碍。欧洲性降温，真侪国家破40度，捷克41度已破纪录。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热人已经超过1300人死亡。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这部头起先来看，有一个中国人去年11月来台湾，那是甲这入境的过程，包含海关的管制区拢翕落来，佮一直讲咱是中国台湾。移民署是已经甲依法驻期列管，2冬来未佮发许可，互伊来台湾。一个中国旅客传去年11月来台的 Vlog 影片，除了真侪解讲到中国台湾，超大咱国主权，飞机降落时阵，佫故意用5000旗惹通机场的中华民国国旗。这个旅客好亲像用 Vlog 器专程录影翕入境过程，包括偷翕同时未检疫的执勤人员，也佫证照查验等管制区下面，这些行为拢已经触发。移民署嘛正压这个中国人身份提出禁令。有关其发布真影片内容，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规定，管制其2年不予许可来台，并针对其后续申请案预案严审，主要会商陆委会等相关机关。移民署讲，各个国际机场证照查验区拢有设严禁翕相加暂停使用手机的警示标语。通机场现场嘛看会到旅客检疫区、护照查验区拢有打禁止摄影。机场管制区包含安检区、证照查验台、海关查验拢袂使翕相。随便翕敏感画面，恐惊违反入出国家移民法，违反规定的会当处暂时留置。不可取啊！对啊，就。查资料，禁止他入境啊！不管在大陆在哪边都不能拍摄嘛，那你在这里当然就更不能拍摄啦。所以是不赞成这种行为。另外，有中国查某人去年10月申请来台，暗过互人检举，伫消防署发布影片，讲咱国中国台湾，移民署认定伊恶意抄打中华民国尊严，拒绝入境2年。虽然这个查某人提出诉愿，暗过也是互行政院驳回。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副主席张英强带团参加海峡两岸中山论坛，讲两岸毋是国对国的关系，陆委会遂出声批评。另外，中国是提供接待服务，要请16岁至45岁台湾青年过。邱水正就强调讲，这是真明显有统战的嫌疑。台湾是中国不可缺一的。由中国官方主办的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28日广东开幕。延过一个自称台湾青年的查甫人，就是到广州中山纪念堂向孙中山的铜像献上以中国台湾为图的大型徽牌。陆委会批评安尼说已经明显降低台湾。嘛安尼为了招募台湾青年参加相关活动，中国更加推出16岁到45岁台湾青年山顶落地了后，接待秀大景点参观全部免费。中国大陆并不会对他的中国大陆的人民有这样的优惠。这就明显有统战的嫌疑，让我们台湾的年轻人都听到他统战的叙事。除了建议青年尽量卖去，注意邱水正也提醒，在学校时就应该培养两岸关系甲统战本质认识、解脱能力。这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拄啊是孙中山诞辰160周年，对华讲大约2000人参加，是历届规模上大，经由系列活动，强调要弘扬孙中山的精神，强无中华民族复兴。国民党首副主席张荣光率团参加。中国国民党愿意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推动两岸交流合作。张荣光到新闻较早捌大过所在时讲到，陆委会本身的存在就是国民党对两岸关系讲述是互相相连的，也就是两岸不是国甲国的关系。陆委会批评这是对中国讲的。张文公主席在大陆的访问，我们协助陆委会来维持两岸这个和平稳定的关系。陆委会感谢国民党都来不及了，今天怎么还好意思来批评国民党？陆委会是我国政府的机构不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两岸关系没有台独的问题，只有被中共强制性统一的问题。国民党阁讲到，到对华交流是为了促进和平。也那邱水正是强调，政府致力维护台海稳定，立场一直真坚定，就是维持现状，呼吁相关的人莫挑工来引起两岸关系紧张情势。记者综合报道。
我来看美国甲日本正咧九州沖縄话加强5个县联合演习。同一个时间，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韩国首尔，见韩国国防部长。双方是针对罗西亚甲北韩加强军事合作的状况来讨论应对策。因若是中国甲罗西亚迄边2个军机联合巡航，范围是一路对东海到日本海，日本、韩国出动战机监控。以106式机动战斗车为主的日本陆上自卫队装甲部队，29日九州大分县的日出城台演习场进行实弹射击演练。本来嘛要参加演习的最新型106式主力战车，因为4月伫同一个场地发生炮弹伫炮塔内爆炸，致使车顶3死1重伤的事故。日本方面决定无要参加这届实弹射击。大可坚加质量的美日联合军演，为2021年开始逐年举行，主要是陆海空联合快速部署，强化离岛面对敌军威胁的防御能力。因为无人机这几年伫个实弹当中发挥具体的效用，这届演习嘛特别纳入无人机的操作演练。伫演习期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北去首尔访问，甲韩国国防部长安奎博会談，兩個人講會盡力實現朝鮮半島的完全非核化。の間では6回目となる日韓防衛相会談を開催しました。前例のないペースで会談を重ね、こうした事実こそが今までにない日韓の良好な関係、そして防衛協力、交流の取り組みの積み重ねの証だと思います。除了包括人工智慧在内的国防科技合作，兩國軍方嘛要建立糧食甲燃料等補給物資的合作。針對27中露兩國軍機聯合巡航東海甲日本海，小泉進次郎嘛佇會後的記者會批評這是對日本的示威行動。27迄天的中露聯合戰略巡航，由羅西亞甲中國攏總10台戰略轟炸機、空中預警機抑個戰機，佇東海天頂匯合了後，持續射日本的四國島外海，再個射去日本海天頂。日本出動 F-35甲 F-15潛機執行監控。另外，中露軍機嘛進入韓國防空識別區，所以韓國空軍原來緊急出動戰機進行拿查監控。公司新聞刺家人編譯。咱台灣真濟行業搶工是請移工來補。根據統計，目前伫咧台灣的移工是1年33萬人上介濟，第2是越南29萬人，過來是菲律賓甲泰國。最近勞動部是提出要引進印度移工，是引起大眾的討論。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印度的性侵案引起真濟人驚嚇，有接近45000人簽名反對引進印度移工。不過，學者是分析講，咱台灣引進移工的來源國是上過少，咱開的條件無日本、韓國遐好，中人閣要剝一層皮，已經開始有移工轉往日韓，無願意來台灣。所以講，學者認為講，增加來源國是維持勞動力穩定的條件之一。因若是移工來台灣，除了甲咱的文化習慣需要時間互相熟悉，另外一項就是政府的管理制度要安怎改善。統計到今年4月，全台灣的失聯移工是超過9萬人。若無法度加強管理，民眾的煩惱恐驚就無法度化解。他們每年來台灣。真熱情介紹伫台灣生活期間記錄的旅遊故事，抑個後生伫台灣出世成長的過程。這對印度翁仔某已經來台灣生活至少15年，翁婿是專業的工程師，家後白心怡是一個英文老師。伊閣甲印度朋友組成印度舞團，嘛擔任時裝 model， 用各種方式讓台灣人熟悉印度。裡面的，我覺得不是的 reality。這裡來的很多印度人是 extremely hard working，respect 這裡的 law。第一季是這4集。那白心怡有這種感覺，伫台灣接受教育、得到考育博士學位的伫台灣印度人李麗君，伊先用家己對華語的了解，主持節目介紹印度文化。像講佇國際有假日的活動，擔任考育人員，幫助台灣人熟悉印度。伊嘛感覺部分台灣人對印度有為少誤解。台灣的少數人，對印度會有一種恐懼。台灣新聞有多少？這樣社會新聞有多少負面的案件？
那我们也不会用这个标签贴整的国家。台湾因应产业欠工，评估引进印度移工来填补劳动力，不过嘛引起反弹。洪新涵今年第4月头一届具体讲出印度移工上紧今年可能引进，民众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要求停止引进，差不多有4.5万的民众响应。民众烦恼除了冲击本土劳动环境，也有部分民众因为国际新闻对印度性侵案件报道，烦恼台湾女性的人身安全。日本跟韩国在开放引进外籍人力这个部分，最近速度是非常的快，增加移工的来源国不止印度，其他国家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推动的。除了执政党之外，其他政党也都担心这个事情会影响到选票，不能解决失联移工的问题还是有很多国人他对于引进更多的移工，他会有很大的顾虑。而且讲台湾的移工主要是印尼、越南、菲律宾加泰国来，若是甲日韩比起来，移工台湾国较少。开放印度移工是一种买保险的概念，专家讲，加了解印度的文化真重要。留学生也好，移工也好，我们其实可以一步一步的去做更多资源的，就是研究探讨。考量民众对印度移工是不是开放真敏感，劳动部是讲，爱伫企业有需求，来源国这篇方案符合咱方的要求，才会公告印度是新的移工来源国，目前无时间表，嘛未随便开放。记者综合报道。日本自2000年代就开放印度的科技人才入境，这寡移工伫咧东京江户川区渐渐形成一个社区。即阵迄搭已经互人号做是小印度。当初是这印度人打到日本的时阵，嘛捌因为文化甲习惯甲在地人相处真无斗搭，是市民团体办活动，互新移民甲在地人有机会熟悉，才化解冲突。鸡心豆也就是雪莲子、咖喱配煎饼，传统的印度菜。头家说是日本讲甲真好，即间伫东京印度餐厅，佮被当地传统点心，除了印度人客以外，也袂少日本人。SNS を見て、ちょっとディープなインド体験ができると思って、それで来てみました。来到东京的西葛西地区，走在路上可以看到不少外国人的面孔，而且走没几步路就有印度餐厅或者是印度杂货店，因此这里也被称为日本的小印度。2000年为解决千禧年危机，日本政府优先开放印度 IT 人才入境，豆豆成做印度人社区。根据统计，到2025年底，住伫日本的印度人有59000人，其中差不多8000人住伫西葛西所在东京都江户川区。虽然大部分是高收入族群，无带来治安的问题，不过也因为文化差别引起未少衝突。近所のトラブルになるケースが多かった。それはインドの人が話し声がうるさかったり、日本の文化習慣を知らずにご家族のお子さんが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スクールに行っていじめにあって引きこもりになって。不住伫印度的进行，伫遮成立志愿团体协助印度人融入日本生活，消除社会对因的歧见，同时办交流活动，了解印度的饮食、服装、宗教等文化，反倒带起真侪日本人想要来了解。文化をお互い知らずに住み始めるので問題が起こっているのであって、少しでも文化を理解する、例えば日本の場合はそういう挨拶をしたりとか、そういう少しのことで関係性は変わっていくかなと思います。部屋が足らないしとか、あともう市役所のこととかいろんなところで、何でも漢字で書いておりますので、そのところが初めての方がいろいろ困ってると思います。そのところがいろいろ助けてくれるの。面对无法度抵挡的全球化，离开故乡的外国人安怎用字，本地人安怎接纳，正做彼此拢需要学习的问题。公司国际记者日本报道。巴基斯坦当地二百对阿富汗的边境发动空袭，各派地面部队造成数十人死亡，900人受伤。په کم 12 بجې ټول خلک خو بیا ولي وو مقصد دا تیارې راغلې په دغه پورې حمله شروع کړه په دا کې ماشومان ښځې زنانه سپین ږیري ټول خو بیا ولي وو对这画面当中，会当看到遭受轰炸建筑断离倒壁。巴基斯坦强调讲，是因为有无辜的民众受到恐怖攻击，才会出手反击。讲这行动当中有25个武装分子来死亡，也毁掉真侪武器。不过，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是批评巴基斯坦造成38个一般民众死亡，163人受伤，批评讲这是犯罪暴行。来看欧洲青光温有真侪国家拢已经冲破40度，捷克的首都布拉格的北部是冲到41.1度，是有史以来上悬的纪录。
世界卫生组织就统计讲，这个热浪是已经有超过1300人死亡。干那法国这4天就有9000人过往，超过8%是65岁以上的老大人，而且伫咧厝内死亡的是增加4成。是安怎人伫咧厝内也热甲死亡的增加这么多呢？若是有去过欧洲，也是有关注过欧洲建筑物的观众朋友，可能会发现讲，这欧洲人厝内有装冷气的，无亲像咱台湾遐尼普遍。咱摕这死亡人数上介严重的法国来讲，因冷气无介普遍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环保观念较死行。过来就是这过去欧洲都无遮尼热，所以讲有真侪100年的古厝。这一款厝是第一无留装冷气的空间，第二就是这有可能是古迹。所以讲，若是要装冷气，爱遵守的法规就非常复杂。仍然是上尾就是开销的问题，受到水电工会管制，合格会当装冷气的师傅是真欠。若要装一台，就爱等2个月，工钱是吸不到，就爱数十万的代票。种种以上的原因，都会造成极端气候热来，欧洲人愈来愈盼适应。布拉格古城广场的水车喷出水雾，互真侪人甲游客趁机会清凉者。这摆侵袭西欧的极端热浪已经向东边拖到捷克。布拉格北边的多克萨尼甚至测到41.1度的历史高温，结果波兰也出现40度的高温新纪录。There's very little air conditioning in my flat. There's no air conditioning, so I keep the curtains closed all day and I open the windows at night to be a little more cool. I didn't expect the weather to be this bad. I thought Poland would be like okay, like in the 20s, but this is too much. 欧洲会热天温度一直升悬，因为欧洲的主题工作场所甲学校这建筑物在起的时阵，无将耐高温列入考虑，所以热伤害代志真多。世界卫生组织日白证实，热天以来高温已经夺走欧洲超过1300条人命，敢若是法国位置是到即马。都已经超过1000件超越死亡的案例，其中85%是65岁以上的老大人，而且伫厝内底死亡的比例也增加40%。为减少高温对老大人威胁，意大利罗马市政府免费提供智慧手环予老人，因监测心率甲困眠模式，同时伫紧急状况之下对外发救。Sicurezza sì, me la dà perché sto più tranquilla io perché.Se mi succede qualcosa。这场拍破纪录6月高温，气象专家讲是因为北非的大热空气在这强顶的效应之下，困伫欧陆天顶，互全欧有3.8亿人生活伫超过30度的高温环境之下。世卫组织警告，欧洲是全球升温上紧的所在，速度是全球平均的2倍。原本每代人才出现一摆极端热浪，伫气候变迁之下，恐惊加速欧洲人热天的新常态。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日本连续8届晋级世界杯的回来赛，媒体就分析讲，日本的球员自细汉就爱接受严格训练，竞争激烈，而且真有纪律，才会当一步一步培养出出球的国家队。稍等的翻点1点，日本32强当着强队巴西，精彩对决，值得期待。伫日本卡纳加瓦的卡瓦萨奇前锋队，因伫日本职业卡球 J1 联盟定定咧赢球。若下底农场系统，也就是自 U12到 U18青少年球员差不多180人，其中小学阶段 U12有30多人，拢是国境学校卡球队新同顶级的好手。要将国中的纳鲁西夫米亚，互认为做是未来上有机会入去职业球队的人。All of my teammates want to become professional players too. And that motivates me even more to fight for my dream. 毋过，敢若是自 U12晋级到 U18，竞争的对手毋若是俱乐部内底队友，也有其他地区甲学校内底共缘的囡仔，其中敢若无够1%的人，未来会当互职业球队签落来。所以，除了1礼拜5届，每一届2点钟的训练课程，这小朋友得甲职业球员同款，会伫咧厝内做自主训练。Even right before going to bed, he's still stretching at home. His entire life revolves around football. 2022世界杯日本队的选手26人到23人，伫咧欧洲顶级的职业球队过咸水的经验，是日本国家卡球队保持亚洲第一的秘诀。卡瓦萨奇前锋队农场出身，受到众人期待的后话，大概高达进前就转队到英国超级联赛的热刺队，每一年的薪水高达100万英镑，好代票4200多万。卡瓦萨奇前锋队负责 U12训练的监督认为，除了严格训练，
日本的球员遵守规矩，重视团队的精神，嘛，互因伫咧世界卡球的地位会当徛互知一知。 We do not impose any standards such as you must run the 50 meters within a specific time. We can see that foreign teams are often faster or more physically imposing. However, by relying on 2 or 3 player combinations and collective strength, we can disrupt them. In my opinion, that's the true strength of Japanese football. 踮伫日本的法国球坛认为，日本球员和球团的安定感是上大投资的价值。 不离个回顾日本伫1998年头一届踏入去会内赛以来，8届当中有4届拢伫16强止步，另外4届伫分组预赛就去用踢掉啊。捌做过日本国家队监督的法国籍教练特鲁西埃就讲，日本需要有更加侪球员进军欧洲真正顶级的球队，培养更加侪自信，才会使伫咧优秀的技术以外，增加伫咧世界杯的胜算。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译。 感谢您收看今日这个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